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今年第一道黄酸雨的封面快闪经过台湾咯。今仔日台湾各地拢来出大日头，气象局佫针对着台南甲高雄来发布着高温的警示。这个高温是飙破着36度。啊，本地是明仔载才会到位的第二波的封面，今仔日提早来咯。这个中昼过昼了后，这个大台北甲东部恐惊有短暂的雷阵雨。也毋过到后礼拜一，各地天气都会佫回转来。这个黄酸雨的封面，就是雨，就是唔落来，实在是真懊恼。人囡仔滴帽啊，阁有人挂乌仁目镜，举雨伞来挡日头。天气中那热天共款，中气象局头一个高温感觉设定雨，就予台南、高雄。毋过原本讲拜六才会到的封面，提早来报道。而从今天一直到周日，锋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的影响之下，台湾附近的环境会稍微的水汽增多，转不稳定一些，主要是东半部地区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，而西半部地区主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。不过中午过后，受到热力作用的加成之下，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，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的午后雷阵雨。明明就是梅雨季煞要落雨，气象局讲过去梅雨季的时。副高压的位置比即马搁较挖南边，方面才有空间落南。今年煞是挖北边，梅雨方面对中国刷出来了后，敢若会使挖北边刷叮当，所以方面落雨较歹落伫台湾。像即波方面，敢若会伫北部，敢若北部东半部有烂山啊雨，所落来天气拢会真稳定。下周一开始，锋面会逐渐的北台，因此台湾附近呢会转成西南风比较逐渐增强的情况，各地的气温都可以来到30度以上，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的白天高温，与这一周相比稍微再增加了1-2度左右，可以来到33到35度以上。要落雨，台湾的天气就若热天共款。梅雨季毋免惊会落大雨，颠倒是爱避免予日头晒到，避免会着沙。